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小兩輪馬。6月11號星期三，跑馬地嘅9場嘅谷草野賽，頭場就開6點40分，跑道會用呢個 B 跑道嚟到季內最後嘅第10戰，神仙就鬥希斯，細潘就鬥神童，兩組都有多少拋離之感，搞到季尾階段賽事有多少乏味。上周日嘅黃昏賽，鵬哥雖然出得1 win 2 Q， 贏到季內嘅第18場頭馬，66歲嘅佢從練12年，近日決定將不會申請下季嘅練馬師牌照，換言之，今季將會係容大夫最後一季在港重練。小兩喺度祝願鵬哥退休生活就愉快。排位過後，賽事有2個變動。3場9號小王爺將會退出競賽，右後備馬風繼續吹補上，由騎師潘頓執韁。4場5號開心樂園又告退出，右後備馬快博補上，亦都係配上呢個潘頓執韁。9場賽事冇一位騎師就可以呼復上陣，班德禮就周2生日，何永年就周3生日。兩人有冇賀壽馬呢？班德禮就有呢個康樂高球同埋升價就可以看高半線。何永年得3區列陣，3區交為邊線分子。騎師王大熱當然就落咗喺潘一哥身上，8區列陣竟有3倍分頭。熾熱嘅黃志雲今鋪又係佢，唔得啦啩？小兩就想搏下冷門，5號嘅班德禮7區列陣係 7.5 倍，同8號嘅巴道6區列陣就28倍。一如既往，小兩亦都係先買為敬。至於練馬師王又點呢？小兩就會一注獨撐嘅姚本輝6區列陣有12倍分頭。不過編號21嘅其他練馬師，大家亦可以考慮一下。季尾階段大局已定，各個練馬單位出馬又平均，估計也鬆啲分就可以封王。騎練同大家略略傾過。節目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就要俾個 like 小兩，未訂閱小兩呢個賽馬頻道嘅馬友，請高抬貴手，按一按右下角嘅訂閱掣，隔籬有個啷啷，記得撳埋個啷啷，今日唔會錯過我下一條嘅短片噶啦。你哋嘅支持係對小兩最大嘅動力同埋正能量。賠率版嘅小兩輪馬，即刻同大家傾傾周三小兩有咩投注策略。第3場4班嘅1650米，8號馬嘅神驅馬靈，5棚志嘅雞個梁家俊嘅組合，4歲嘅紐西蘭 PPG 服役2季至今1 win 3 Q 3 T， 今季5班田草千6開戶，贏馬過後升上4班，近4戰傳咗谷草上陣，4戰加由今場嘅拍檔梁家俊執韁，4戰皆跑得極之接近。即刻同大家睇翻上場呢匹馬點跑先。排個3檔出閘，83、8帽只就嗰匹8號仔出閘快嘅，梁家俊都唔使點比之下，入第一個彎前經已就埋到欄，貼住欄就領放，入到對面直路前，梁家俊就鬥到實一實，撳實就俾外側嘅歡喜福星，從後過頭就領放。呢匹神驅馬靈就安於守喺佢之後嘅第2位，貼欄有晒cover，頭段開個27秒57，嘅標準時間快咗 0.43 秒，對面直路一路跑來都冇多大變動，隻歡喜福星嘅且戰且走之下，第2段開個22秒80，快到癲咁滯。喺咁快步速之下，神驅馬靈走來亦都尚算順滑，跑過88入彎前，加州活力就沿愛蘭發力上前，神驅馬靈開始轉至2碟轉入直路，
A 福星就放咗出嚟嘅，神驅馬靈就第2位，外邊加州活力走咗上去啦。咁啊，再見到第4位有風繼續吹啊，中間淺藍帽第5位領航才子，外邊論文啊，最出嗰邊有東來欣賞同埋都靈勇士偷入邊上就馬珠紅風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加州活力呢，咁啊入彎走甩你先啊，即係嚟咗個幾2個馬位添啊，後邊話神驅馬靈啦，大愛東啊，標誌星球追上嚟喎，中間位置仲有都靈勇士風繼續吹，接近終點加州活力。手腳野馬跑第2名嘅馬呢，就神驅馬靈第3。直路初加州活力嘅入彎透出，帶嚟2個馬位，神驅馬靈只能得個追字，最後尾就跑有一隻 Q 腳而回。呢匹加州活力季內同程嘅打碟野馬，再出呢，大家亦可以看高半線。至於呢匹神驅馬靈今場打黃牌而嚟，佢上場至今3週從化3課2段。回港埋門1課2段，備戰正常。今場對手唔多之下，相信呢座位望人應可做到。另一方面呢場呢就冇一匹馬就贏過同程，唯獨呢匹神驅馬靈同程3戰2 Q1T 100個巴仙嘅上名率，人馬再來，今場揀膽少量就揀呢匹8號馬嘅神驅馬靈，配腳呢就要咗隻冷馬先。2號馬嘅博愛先鋒，再加埋呢神仙匹7號馬嘅超眼光，同埋10號馬姚本輝嘅金智勝，八膽拖270，唔知大家就啱唔啱心水啦。同大家傾多場第8場300-1-650米，2號馬嘅升價，廖康明加班德禮嘅組合，呢匹4歲嘅澳洲 PP， 今季8戰1 win 2 Q1T， 7場嘅配霍雲星。1場配上班德禮，贏馬1役正正係拍住佢，即刻同大家睇翻呢匹馬點喺班德禮胯下就贏馬先，排個1檔出閘，沿途守住喺內欄嘅3、4位，入彎前開始喐手，從內欄3位轉入直路。今次殿後仍然係時時清心嚟㗎。好啦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，大家位置變動上面都係冇喐過嘅。放咗出嚟跑嘅馬，依然係大學生12神將第3位埋邊升價，出邊勁好運，後邊5隻建測群英本領輝煌啊！響尾3呢，就係呢隻獨角獸，響佢出邊係唯美主義啊！包咗落尾仍然係時時清心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大學生係佔先嘅，中間12神將追緊佢啦。馬林中間獨角獸揾緊位上，中間勁好運，外邊建測群英，大愛東唯美主義。最後100零米咁啊，埋邊位置升價上咗嚟，中間係獨角獸，最出係唯美主義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埋邊升價贏啊！跑第2名呢，中間獨角獸最直路初二碟狂抽，拉士100透出力嘅獨角獸，同埋隻唯美主義打開勝利之門，初跑谷草經已一鳴驚人，可惜其後只能再取2 Q1T。未能再進一步，上場好黏地嘅3甲不入，再加上外地遠地賽績差，證明此佢不合黏遠地。今場人馬重逢，配備不變啊，匆匆再出，配上壽星仔班德禮執韁，機會真係高唱入雲。今場揀膽少量就揀呢匹2號馬升價，獨贏有 7.2 倍，位置有 3.5 倍，亦可以少住佢嘅 win pay。至於少量周3嘅投注策略，就買一條位置連贏過關嘅2穿3，第3場8號馬嘅神驅馬靈做膽拖，2號馬嘅博愛先鋒，7號馬嘅超眼光，同埋10號馬嘅君智勝，射落去第8場2號馬升價做膽拖，1號馬嘅有財有勢，9號馬嘅建測群英，同埋10號馬嘅得意佳作。又睇下大家呢同小兩同唔同路。多謝晒咁多位，拜拜。